胜！事已至此，你的10年之约，本座收下了。好戏开始了。至少带把武器啊！可我不会用啊。给。哎呀，真是胡闹！你会没命的。放海，放心吧。二小姐，你看，真是那个方寒，他还赤手空拳呢。哼，这年头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还真多。臭小子，可别伤得太重了。死了！死得这么快，我还没来得及出剑救。方寒，逃！天哪！快看，他没死！和你傀儡这么重要，还不如我手中的鞭子。竟然没死！啊，还好，那我也不算太失职。来！化形强内府，形虽为人，力逐驽马。这个奴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？臭小子，竟然临场突破了，害我也担惊受怕。刀枪不入，就直接用力量让你屈服。不错，有我的风范。如此高强度的对抗，我的力量没有威胁，反而越来越充沛，最后竟然临场突破了，占据了优势，真是万赞！这就是肉身第7重内撞技。这法医竟然……想不到你这小厮中了本太子的6域阴雷，竟然还能反击！你身上定是有什么法宝，待本太子去来仔细查看。糟糕，我大意了，看来必须用黄泉图里学到的御剑之法，也许才能与他一战。死就死吧。
御剑。霆锋剑。不行，我穴位还是太低，御剑太消耗体力了，怎么办？持剑！御剑都不成，持剑只会让你死得更快。不行，不能这么蛮干，留住机会才行。若不是本太子受了点伤，看你还能招架到几时？好机会，就是现在！看不出你这小厮御剑不怎么行，但还是挺有些想法。但就凭你小小修为，想破太子的血莲魔衣，就是痴心妄想。完了，难道我方寒就要命丧于此了吗？太子等我看看，区区8重，如何赤手锁住本太子的宝剑？待本太子吸干你的阳元，再夺你的法宝蛇魂罗眼。元神金神术。元神精神术。对了，黄泉途中还有一缕天狼烟，不知能否为我所用。可此时我无法腾出手来，我该如何是好？算了，本太子我已经玩够了，你受死吧！竟然还有幸存的小厮，好吧，不错，也是一个小娘子。你不要过来！不错，不要过来！红衣，不动，有本事你冲我来！难道又被黄泉途收走了？御剑，本太子的红玉剑呢？难道天狼烟！这！天狼烟，你到底是上！
这龙呢？啊，去哪儿了？此处怎么多了个人？这人长得好生奇怪。难道他就是刚才那只蛟龙？方寒，方寒，方寒！怎么会这样？怕是他身上那个法宝摄不住那天机之阳锁，被反噬了吧？他不会有性命之危吧？方寒，不会死吧？你不能死！你说过要保护我的，你怎么能真的离我而去了呢？方寒！喂，方寒！喂，醒醒，醒醒！你醒了？放肆！我乃是这蛟伏黄泉途中气灵，是那黄泉河的龙脉，单名唤作炎。不过我身受重伤，元气大损，只剩一缕残魂，长眠不醒啊！方寒，你过往经历的一切，我都历历在目。如今，正是吸收了那天机之阳锁的纯阳之魄，才恢复了些许元气，化作人形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哎，慢点，你慢点。这蛟伏黄泉图，正是魔门大帝的遗宝，得宝图者得天下。方寒，我要你一统魔帝4分5裂的黄泉门，成为黄泉大帝，去完成他未了的遗愿。未了的遗愿？也许你不曾会想到，正是你们所谓的仙家正道，把芸芸众生划分为3、6、9等，才有了这无数次的征战和厮杀。而大帝的遗愿，正是消除善恶，停止杀戮，重现那个众生平等的大同世界。众生平等，大同世界。只是如今，我甚是虚弱，还无法真的助你。像天机之阳锁这样的纯阳宝贝，只需再有3649件，我就能恢复全部元气。啊，3600，这么多宝器，叫我何处去寻啊？仅这一件，还是靠运气得来的。哎呀，你说的简直太轻松了。不怕，我会传授给你一些功法，还会炼化那些飞天夜叉为你所用。你的修为定会日行千里。方寒，可愿应下此愿？若可快速提升，什么内门、真传都不在话下，还有望成为一代魔帝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臭娘们，你还想挣扎？
是你我。红爷，这样。大小姐，不要去！放心，我有血绵魔衣。方寒，你身势太弱，接不住这股狼烟。血绵魔衣，杀！你功力不够，根本发挥不出法医的完全效应，我们都会死的。玩够了吧？老夫来送你归天！糟了！披星惊气。天雷引线，风云动；神雷轰鸣，意气盛；水雷翻波，华石引；龙雷大作，天罡冲；射令雷舞阴盛；霹雳纵横，山石落；天地赤下，奉行令；神威一发，斩神魔；雷帝真君，急急如律令。竟然突破了神通五重天人境！方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红爷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哎呀，你什么你啊？我没事儿啦。你看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你看我这不挺好的吗？刚才担心死我了，你以后不能这么冲动，太危险了。知道啦。快看，你们家大小姐突破天人境了。天人紫电，阴雷闪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神通五重天人境？五重天人境，果然厉害！这个天狼小真人王墨林死定了！红爷，你快来看！唐清雪，你给我等着！红爷，红爷，红爷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骗我？因为我说过要保护你的。男子汉不成活。红爷，你这个傻瓜！大小姐，你能救他吗？红衣生机已断，我也无力回天。你当我做进来，我
所属。如今，我将去矣，不能再保护你了。我。我宣布，天行对决现在开始。一言七臣，终为天神。上朝金阙，下赴昆仑。大魁贪狼，或许还能周旋一下，不用这么早亮出底牌。连真，武曲破军。天狼七闪烟，出！天地月血，万鬼自溃，急急如律令。就算是战斗秘籍里的废物，随手一击也有这么多威力，并且眼镜子似乎能克制击杀火龙。螳臂当车，千对坤根，九阴九阳，土甲金火，九阳诛我。昆仑真传弟子，手段真是层出不穷。法宝越是强悍，对使用者的精神力要求越高。我倒要看看你在瓦尔神通秘境的实力前，还能撑到几时。猛汉！秦师兄不愧是羽华山人尽皆知的废物。风寒！要不还是回去吃些丹药再来吧。生机断血，连筋血骨，万分龙下，羽化登秋，日月换不丹。火神敕令，道魂仙王。
必焰焚天。天行啊，看得出你对那小子有点兴趣，化为灰烬吧。否则也不会将七煞葫芦还给他。不过，本来雷行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你却偏偏同意他经受这烈焰焚身般的折磨。正合我意。哼，果然是恶人自有天收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总是阴阳怪气的。大家都是同门弟子，哪来那么多深仇大恨？徐月儿师妹，方寒这种勾结魔道、杀人夺宝的败类，千万不可同情。哼，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我虽然当时昏迷，但若非属实，之前也不会判他雷行正法呀。管理便管理，是非曲折自然由天行党来判罚。吵死了！方寒，方寒，是你救了我，抱歉，我还是让你暴露了。这方空间隔绝外界，没那么容易被探查。况且，就算被发现，也是我需要操心的事。你不如好好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。虽然这祝融神火品质上比不上黄泉地火，但好在量足够大。还不够。心之所在，意之所动，化苦为乐，苦海无边。回头是极乐彼岸。爹，你看，我把这忤逆的奴才烧成灰了，赢了！我金石坛赢了！爹，我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我就说方寒不是什么恶人。这怎么可能？受掌教至尊之命，整顿山门，正是因为羽化门内起了歪风。门中弟子修炼魔功者有之，炼制魔丹者有之，你且放心，使用魔宝者有之。我堂堂仙道，怎能如此不堪？有师姐！从今天开始，羽化门内所有弟子都要时时自省，时时自警。他不再属于你了。他的将军抹除方寒与葫芦的生命印记，这样下去他会死的。回去，败坏仙门之纲。到底是谁在败坏仙门之风？不对，就如此目无尊卑，在天行台上就该死！冥顽不化。
不得放肆。迦兰师姐，华师兄，还请息怒。此事最好还是等等清雪师妹。本座今天就废了这逆土的修行，弟子巅峰，整肃纲纪。华师兄息怒，给他些教训也就可以了。梵天毒，以大欺小，你敢与我赌一把吗？10年之内，我必胜你！如此顶撞华师兄，管家还口出狂言，他难道真的不怕死？好一个10年之约！此殿风方清雪见过代掌教师兄。清雪师妹来的正姐姐不是在小仙界疗伤吗？你门下弟子要和我赌一个10年之约，你意下如何？小儿无知妄言，代掌教师兄莫要当真。我不是妄言。方寒，我也向你求一个心服口服，你想怎样？给我10年，苍天为证。方寒，若有违此事，天地不容，神神可诛，永世湮灭，不得脱生。事已至此，你的10年之约，本座收下了。